死了呀，真是不巧啊！就算想想身上来了死，那我也与要死在身上。这是什么？男生你为了死啊？嗨，你玩笑懂什么？暖身美国语终于闹基地。哎，最晚安谁啊？到底要吧？犯了什么罪？哎呀，嗨，此人乃兵部尚书杨玉轩才当，本为十万禁军教头，也是个愈推愈烈的大神吧。不料朝中传出消息，说那杨玉轩意图谋反，官子交与东厂查判，想也只是个没能操战。这最外案本为杨玉轩局部，经俺厂发厂，从东厂水中劫罪了杨家一股。哎呀，下落不明呀，俺只是个有情有义的，好欢迎。嗨，有情有义，大概我不明白。欲罪且慢，也是必须少管。你不在这里叫声怎么做生意呀？奴家这般小店，如果哎呀就这么几个人头，你拿着这么大一圈，不就明白了？身体都拿出来，你起来。不香不香，坐下。你起来。刚好看看你男朋友吧，鱼呀，坐下。嘿嘿，可我也不能天天都来趟一圈嘛。怎么？将军天天都能见到奴家，哦，好嘛。深刻同意。好，这破门一定是啦。八方风雨，逼迫上我们龙门山地风雨。风凄凄，莫萧萧，我也与其不作灯。雾蒙蒙，云滚滚，古道荒凉，风清晨。杨家一股嘴里面水的人，问不知是非乱走黑暗深。东晋市场，云州为何不灭尘？开天罗迎风策动是一个为从
邱公子，请公子口音可是杭州府绅士？真是，看公子气度不凡，想必是京城来的。小生姓曾，侧官房请入股此题。啊，奴家这里正好有2件上吧。哎呀，里边请啊！哎呀，请啊！来，慢着！慢着，就在动。一个是侧官房请，一个是说生意的。站好，面朝着我。哎呀，将军，我看这2位公子长得可比你这瓦匠里的美多了呢。美？以奴家之见啊，这2位都不是暖身，不是暖人。这世上但凡不睁眼看奴家的，就一定都不是暖身。于理，掌柜的，看着邱公子的这类身世特别，不知里面有何宝贝？邱公子，你远道而来，不知道带了什么宝贝啊？让我们也开开眼啊！当然，都是些营商做生意的伙夫罢了，不值钱的东西，怎管不了将军双眼？叫你打开去打开。是香油的鲜梁山坡上孙二娘买的鲜是香油，孙二娘买的不就香油，便宜买的高一声在下先谢谢去了。对对，农民茶公子包回。要从的，将军啥是喜欢？明朝挑选即可送去小姐。我爱吃瓜，想想风雨交加，为家吃瓜。这位前副将军，路上雷声。上做生意，恰背了一缕瓜果，好他的排场！公子撤归放弃，万请早夸好自己的功分啊！二位客官，房已经备好啊，那一间就是奴家的闺房，夜里要是睡不着，可来房中坐坐啊！起来，把这个叫进门口候着的，叫什么来着？前副将军，我必遇上。
我曾经是以两色有余，义务到此不过36层，向来罪犯宁夜别领龙门，最外恶啊最外恶，你的死责不多了。妻子定方端，色一线，四面楚歌，为朕当心里。我这里连环之中，破你。义无两也必驾临，更一遭女妓惨子随眼定。可真是三雨泪风满人。麒麟心中心。小兄弟，方才多谢，有谢，这些按积极色，这我是个通水的善语。咋啊？没了么？福头，黏糊糊的，软乎乎的，一笑起来，我不是个水晶。怎么睡着了？俺希望这个小山芋活下来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咕咕咕咕。小公子，委屈你了，也不知晚安到哪里了。
记得点赞、评论、关注哦。